我係中三乙班谷婉如20號。今次中國語文科同埋電腦跨科嘅專題報告，我會評論中國政府因籌辦北京奧運而實施嘅新政策同埋措施係咪符合奧運精神嘅。第29屆北京奧運將會喺08年8月8號舉行。今屆嘅口號就係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大家有冇夢想呢？今屆嘅北京奧運，中國都實施咗好多新嘅政策嚟迎接。中國努力將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同埋奧林匹克中心區打造成為綠化嘅建設。如果你哋有留意，北京承諾嘅綠化奧運嘅7項指標，全部都會係兌現晒嘅。真係話做就做，呢一樣嘢已經係奧運精神，努力做到最好。佢哋仲會深化環境保護，努力改善區域環境嘅質量。雖然係咁，但係國際奧委會一直都迴避緊人權嘅問題，就有關生產奧運產品勞動環境嘅問題都視若無睹。如果咁重要嘅事都唔理，咁奧運精神又去咗邊呢？好彩，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生都話會做好男女平等嘅工作，推動民眾具義勇為嘅意識，又會增加同埋弘揚中華文化嘅影響力，發展文化嘅產業。希望佢真係做到啦，符合奧運精神，真係要好大嘅努力。我今日嘅演講完畢，多謝。